Hello，大家好，又係我高 B 哥啊！係時間提醒大家飲水啦，增添智慧，增添水分，智慧如水啊！好啦，今日同大家講下呢個形勢實在非常緊張啊！阿特朗普已經宣布咗就話其他航空公司唔該你假設呢個委內瑞拉嘅上空已經係禁飛區啊，你哋最好就唔好飛過啊！哇！大鑊啦嚇！呢個特朗普講得呢句説話睇嚟美國又要開戰。咁啊，當初呢個特朗普1.0嘅年代嘅時候佢係自誇自擂就話佢自己任期裏邊從來冇打過仗啊嚇。咁啊，佢係一個唔中意打仗嘅總統。但係嚟到而家呢個形勢當你真係冇辦法啦，樣樣嘢都唔係咁得心應手嘅時候無論你中意又好，唔中意又好啊，你都一定陷入呢個咁樣嘅狀況。咁啊，第一個如果我冇記錯喺呢個任期裏邊喐手嘅就係對伊朗嚇。咁啊，當然嗰個唔係叫打仗啦，係佢打人啫。咁啊，直接用嗰啲轉地彈就打咗人哋嗰啲核設施㗎，係咪？咁人哋就冇喐過手啦。咁啊，跟住落嚟應該今次呢個係最近㗎啦。咁啊嗱，成日都咁樣講啊，特朗普好想攞到呢個諾貝爾和平獎。咁啊，甚至乎台灣嘅一個評論員非常出名，我非常尊敬嘅郭正亮成日都講噶，佢話如果特朗普真係能夠搞掂呢個俄烏嘅和談啊，唔再打落去嘅話，佢真係應該可以攞呢個諾貝爾和平獎噶。哪怕佢之前喺度自吹自擂，又話停咗咩8場嘅仗啊，嗰啲咁嘅成啦嚇，嗰啲全部都唔關佢事嘅。即係講到打2個電話，人哋就停嗰啲咁樣即係大家都知道佢得個講字啊。咁但係俄烏可能真係真正落手落腳去調停啊、調和啊，繼而最後如果真係停到嘅話咁啊佢應該真係可以攞諾貝爾和平獎。咁但係我就有另外一個睇法。我就唔認為佢淨係因為調停到呢個俄烏嘅戰事就可以攞嘅，因為佢喺加沙嗰個罪行已經係即係惡貫滿盈，實在太離譜。佢係盲目咁樣去撐以色列呢件事我絕對覺得呢個係要喺度減分減得好緊要。如果今日對委內瑞拉再喐埋手嘅話我直情覺得佢係一個戰犯嚟嘅，攞咩諾貝爾和平獎啊？喂！而家委內瑞拉嗰度，佢係夾硬嚟話人哋嗰度係毒販，危害佢美國嘅利益，夾硬去炸晒人哋嗰啲殺晒人哋嗰啲人。咁啊，其中一單新聞我都費事特登抽出嚟做啊，直情就話呢個美國嘅國防部長，而家嘅戰爭部長哈格薩斯直接下令就話將船上面嘅人直接炸死佢。咁啊，打咗第一個導彈落去炸咗，跟住就着晒火。成隻船就燒咗，跟住後來揾無人機再影嘅時候發現原來船上面仲有2個人係未死㗎。咁佢再下令就話叫再炸埋佢，要殺晒所有為止。喂，呢個係完全係戰爭罪行嚟㗎，因為嗰陣時佢已經係手無寸鐵，冇還擊之力㗎。喺呢一刻戰爭嘅法即係戰爭法裏邊就唔可以再炸，但佢下令去再炸。咁所以呢個係邊個個指令嚟嘅呢？如果淨係去到國防部長或者叫戰爭部長係咁樣指令嘅話咁就係戰爭部長係戰爭犯咯。如果係特朗普落咗命令，總之一定要殺晒為止，就係特朗普咯，係嘛？但係喂，而家人哋嗰個係你噏嘅毒販，係你噏把，我強調佢完全冇攞過任何證據出嚟到而家為止。OK。咁啊，跟住而家仲話要開打人哋嘅國家，點可以咁㗎？唉，好啦，同大家分享一個文章種種嘅跡象表明美國真係要喐手啦。對於呢個委內瑞拉嘅馬杜羅政權去喐手㗎。嗱，頭條新聞必須就係話特朗普係先推呢個叫做發呢個tweet 出嚟宣佈呢個係而家美國嘅政壇嘅慣例，亦都係國際新聞界嘅常識。喺呢個11月29號特朗普喺自己嘅真實社交平台嗰度突然間發文，就係致所有航空公司、飛行員、毒販同埋人口嘅販子請將委內瑞拉嘅上空同埋周邊全部嘅空域視為關閉嘅區域㗎。咩意思呢？意思就好明顯啦，就係話係好明確㗎啦，就係委內瑞拉嘅全部空域
美國咧都視為咧關閉㗎。如果你仲起飛嘅話，咁你係有可能咧被美軍咧係擊落㗎。嗱，強權嘅邏輯從來咧都係就係咁簡單粗暴㗎。我話你唔飛得，你就係唔飛得。OK， 嗱，步步嘅緊迫，美國啊，終於咧要對咧委內瑞拉咧攤牌啦。作為第一步，喺9月2號以嚟啊，美軍已經多次咧喺委內瑞拉嘅周邊嘅海域嗰度咧發動攻擊㗎啦，以所謂話打擊拉美販毒集團為由啊，擊沉咗咧20艘啊，所謂佢講嘅販毒船，造成咗咧80幾人嘅死亡㗎。喂，係咪真係嘅販毒船嚟嘅咧？嗱，反正可能可以咁講，全世界都認為只係一個謎嚟嘅啫。OK， 係一個謎嚟㗎。委內瑞拉方面咧亦都指責，就話美軍啊完全喺度咧濫殺無辜，可憐嘅呢啲死者啊根本咧就唔係咩嘅毒販，而係無辜嘅平民嚟㗎。好啦，喺好多嘅拉美嘅民眾嗰度睇嚟啊，美國呢個打擊嘅根本目的就係喺度咧喺呢個拉美嗰度咧進行軍事擴張，最終咧要推翻委內瑞拉馬杜羅嘅政權㗎。嗱，毒品只係比較一個咧幌子嚟嘅啫，就等同咧嗰樽嘅洗衣粉一樣㗎。嗱，因為啊，美國緝毒處咧近年嚟嘅報告都顯示，美國嘅毒品嘅主要來源根本就唔係委內瑞拉。唉，即係公開嘅資料都出咗嚟，陰公話到明根本都唔係委內瑞拉。唉，點講好啦嗬？嗱，當真理需要證據嘅時候，強權咧只係需要咧一個藉口嘅啫。更加令人哋啊倒吸一口涼氣嘅係咩呢？就係按照呢個華盛頓郵報嘅披露啊，美國嘅國防部長克格薩斯咧曾經咧係口頭下令，對嗰啲所謂叫毒販咧係不留活口㗎，以至於咧有被炸嘅船隻上邊咧有幸存嘅男子咧哪怕係捉住船隻嘅殘骸喺海上面掙扎都好啦，都要被美軍咧第二波嘅攻擊嚟打死㗎。咁究竟呢啲係乜嘢嘅行為嚟㗎？係咪？我哋睇到嘅係華盛頓郵報啊，就援引咗咧美國法律專家嘅説話。佢話美國嘅呢種打擊啊，係涉嫌違反國際法，亦都係即使係啊，即係話退一步咁樣啦，去咧假設都好啦，嗬。美國啊，同呢班毒販處喺一個戰爭嘅狀態，下令處決失去作戰能力嘅船員咧，本質上咧仍然咧係等同於咧不留俘虜嘅一個命令。呢個咧係同樣構成咧戰爭罪㗎。但係美國唔怕，邊個判我戰爭罪，我先制裁邊個。喺國際嘅政治嘅角力場上邊，規則咧往往都係由最強者去書寫㗎。但係啊，最先咧被呢個最強者咧去打破㗎噃。作為第二步，11月21號咧，美國嘅聯邦航空管理局啊，亦都向多家嘅航空公司發出警告，就話委內瑞拉嘅境內同埋周邊咧嘅安全形勢惡化緊，軍事嘅活動咧係增強緊㗎。而任何嘅民航客機啊飛越呢個咧委內瑞拉嘅領空，都會咧面臨危險嘅境況。希望咧各國嘅航司咧需要咧係謹慎行事㗎。好啦，咁多間嘅航空公司咧不得不立即取消咧往返委內瑞拉嘅國際航線嘅。然後啦，就係特朗普嘅昭告天下啦，昭告天下。咁接住落嚟唔排除嘅咧就係咧美國嘅軍事動手啦。喺委內瑞拉嘅周邊美軍已經集結咗咧包括咗航母在內嘅幾十艘戰艦，以及係咧10幾萬嘅軍隊。有冇10幾萬軍隊啊？唔係嗰陣時話派15000人嘅咩？我唔知喎。大家如果揾到真實嗰個數據咧，可以咧報翻俾高比哥聽啊。佢話呢個咧係幾十年嚟美國喺拉美地區最大規模嘅軍事集結嚟㗎。好啦，美軍咧而家係磨刀霍霍㗎，但係亦都有一個戲劇性嘅一幕嘅。按照咧呢個紐約時報嘅披露，就喺幾日之前咧，特朗普咧仲同呢個馬杜羅咧通咗一次嘅電話㗎。呢個咧真係幾特朗普啊！一方面喊打喊殺，而另一方面亦都咧唔拒絕直接通話或者係見面㗎。好多西方嘅網友咧就分析，就話以目前呢個態勢嚟睇特朗普喺電話裏邊咧更加多係威脅咧同埋恫嚇㗎。唔排除咧係話你只有24小時嘅時間下台並且離開呢個國家。呢啲咁嘅説話㗎。
但係啊，馬杜羅亦都唔係咧咩嚇大嘅，針對住呢個咧特朗普嘅所謂關閉委內瑞拉領空嘅威脅啊，委內瑞拉嘅外長希爾咧就抨擊，佢話呢個咧係美國殖民主義嘅威脅嚟㗎，係一個敵對、單邊而且係呢個係專斷嘅一個行為，違反咗咧聯合國憲章宗旨同埋咧原則㗎。嗱，委內瑞拉咧已經係全國總動員，軍隊咧保持喺咧最高警戒嘅狀態嗰度㗎，而政府啊仲向佢哋嘅民眾咧發放槍支，準備咧打游擊戰。馬杜羅咧則對軍隊咧發表咧講話㗎，佢就話：我請求你哋咧要保持鎮定不移，準備捍衛我哋作為一個咧國家嘅權利。我哋係一個咧武裝共和國嚟㗎。好啦，佢仲聲稱話美國啊，無論咧做乜嘢都好啦，佢哋咧都冇辦法咧擊敗我哋委內瑞拉㗎，因為委內瑞拉咧係不可戰勝㗎。最後咧只能夠咧落得咧咁樣嘅忠告或者係叫做結論嚇。第一咧就係咧馬杜羅嘅政權咧真係到咗一個咧最危險嘅時刻。呢個咧真係唔係危言聳聽㗎，唔推翻馬杜羅嘅政權，特朗普咧係唔會罷休㗎。而家嘅問題係美軍馬上好似就要喐手啦，定係話係過一段時間先再嚟喐手咧？而按照咧媒體嘅披露嘅話，喺之前咧兩個國家嘅談判之中咧，馬杜羅咧似乎咧係同意咧落台嘅，但係咧條件咧係1年半之後。不過咧美國咧就唔答應㗎，要求佢咧係要馬上立即咧第二日咧就要落台。咁馬杜羅咧就冇答應到㗎。於是特朗普咧而家就用極限施壓。之前咧佢已經公開咁宣稱，就話將會針對呢個反獨集團嘅打擊，從海上擴大去到陸地㗎啦。而美軍咧好快將會咧展開咧地面行動㗎。而家又封鎖呢個委內瑞拉嘅領空。唔排除嘅係咩呢？唔排除嘅就係馬杜羅被逼落台，美國咧係不戰而勝㗎。唔排除嘅咧，亦都係馬杜羅咧奮起咁樣去反擊，一場戰爭咧爆發。亦都唔排除嘅係美軍陷入泥潭，委內瑞拉咧肯定咧就更加係災難深重㗎。強權同埋弱小之間嘅對視，從來咧都唔係咧武器嘅較量，而係意志同埋時間嘅博弈嚟㗎。好啦，另外第二咧就係令人哋哭笑不得嘅商標。喂，打擊毒販喎，你居然不留活口，甚至乎要擴展到一個國家嘅空域同埋陸地。喂，證據呢？美國係唔需要證據嘅喎。美國嘅毒品咧係氾濫嘅，但係委內瑞拉如果從呢個美國嘅本土嚟到打擊毒販嘅話，美國又會答應咩？不得不說國際政治就係咁殘酷啊！你話你得就得咩？唔得亦都係唔得咩？講嚟講去都講唔通㗎，唔係你話得你就係得，唔係你話唔得亦都話可以代表唔得㗎，唔係你講㗎，係大國講㗎。而且令人大跌眼鏡嘅係咩呢？就係美國以禁毒為名，要求馬杜羅落台，同時之間特朗普又豁免咗洪都拉斯嘅前總統呢個埃爾南德斯㗎。唔好忘記埃爾南德斯舊年因為涉嫌向美國反毒同埋非法持有呢個叫做係武器喺美國被判係45年嘅監禁㗎，但係豁免咗佢噃。咁點解要特赦佢？點解要赦免佢呢？一個重要嘅原因就係洪都拉斯大選正係進入衝刺嘅階段，而埃爾南德斯係美國支持嘅總統候選人阿斯庫拉嘅一個盟友嚟㗎。特朗普明確咁威脅話阿斯庫拉當選，美國將會大力咁樣支持洪都拉斯。如果落選嘅話就唔好怪美國對洪都拉斯唔客氣啦。呢啲咪就係商標咯，呢啲咪就係豪橫咯，呢個就係咁赤裸裸嘅咯。仲話人哋干預佢哋嘅選舉，喂，你真係好意思講嘅真係又話咩民主自由咩民主選舉不得干預㗎。喂，但係擺到明喎，佢仲話唔係淨係對呢度佢對好多個國家都係咁做嘅喎。正義喺某啲所謂強權嘅手中，不過只係一面可以隨意翻轉嘅鏡。
召見嘅從來都只係自身嘅利益㗎。第三啊，係呢個呢一個國際和平嘅一個笑話嚟㗎。唔好忘記啊，特朗普最中意呢就話自己係一個呢和平嘅總統，聲稱呢就話佢已經促成呢大約8、9次啊，定係10次嘅和平㗎啦。哎呀，日日噏，一日咧加啲上去，一日加啲上去，唔知幾時咧加到呢真係去到天花板㗎啦。心心念念呢就成日想話呢要攞呢個諾貝爾和平獎但係點知道啊？今年嘅諾貝爾和平獎咧就頒咗俾委內瑞拉嘅反對派馬查多㗎。哇！會呢個咧察言觀色嘅馬查多即刻表示啊，佢話要將呢個諾貝爾和平獎獻俾呢個特朗普啊！而家最熱衷促成和平嘅總統威脅話要對另一個國家發動戰爭喎。攞到今年嘅諾貝爾和平獎嘅和平人物咧，就鼓吹美國對自己嘅祖國咧發動戰爭喎。諾貝爾和平獎諾貝爾和平獎，你哋果然係人才啊，慧眼獨具啊！呢個咁荒唐嘅世界，荒唐到令人呢係啼笑皆非，亦都有啲毛骨悚然嘅。唉，真係咧最正咧，真係最尾呢一段同埋最尾嗰幾句。諾貝爾和平獎真係唔知要嚟做乜嘢，以前都仲話有少少嘅公信力。到今時今日，你睇下做緊啲咩嘢，幾咁諷刺！好想攞諾貝爾和平獎嗰個就日日嗌打仗，打呢個打嗰個；攞咗諾貝爾和平獎嗰個就叫人哋嚟打自己個國家。只有利益，冇規則，冇規矩，呢啲就係所謂大國政治。你哋係咪真係想生活喺咁樣嘅政治狀態之下呢？大家係咪應該好好咁樣反思一下呢？我自豪，因我多角度思考。晏啲再見，拜拜。